文化部统计13岁到22岁青少年使用文化币的消费已经超过5亿7千万咯。有将近5成是用来买册，2成外是看艺术表演，1成外是用伫流行音乐。3月开始有一个国片要放映，文化部搁再吹落去，摕350点去看国片，搁送100点。 今日即间伫台北市市民大道上的独立册店，有真侪有关人权、台湾历史、转型政治的册。文化部表示，今年到达文化币消费金额已经突破5.7亿，有48%的文化币互少年人摕去买册。独立册店讲，文化币政策确实互少年人买册意愿提悬。店内报表差不多是有5%的人有使用这个文化币，我感觉嘛真济。顶个月有去读书季，嘛有去共生音乐节，拢有足侪人用迄个文化币来买咱的册。さあ、眠りの中で魔性に目覚めよう。由台湾霹雳布袋戏甲日本动画作家合作的《东离剑游记》最终章，伫2月底开始放映。3月开始，也有侪国片准备上院线。文化部也提出诱因，若少年人摕350点以上的文化币去买国片的电影票，就会贵100点。国片的话，如果很好看的话，不用文化币我们也会看，但是。 如果是说因为文化币才去看的话，倒是还好。我们宁愿拿你文化币去买别的东西。如果有好看的国片，可能会考虑。我会比较想要买书，我其实就是比较忙，没有时间看。文化部表示，48%的文化币互人摕去买册，21%用伫表演艺术，16%用伫流行音乐。国片的部分，因为今年侪国片上院线的时间拢伫3月以后，也有真大的进步空间，所以才会提出回归政策，希望透过文化币刺激国片的票房。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。